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节到23节，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，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禁食。禁食如同我们前不久讨论过的节期礼仪一样，但是有人把它当成宗教礼仪，例如法利赛人一样。圣经这样记载，那个法利赛人昂然站立，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、不义、淫乱，更不像那个睡棍。我每星期禁食2次，又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11节到12节。法利赛人以宗教礼仪来看禁食，并且视为自傲的基础。有些教会甚至把它当成要求会友来展现敬虔的一个标准，但这并不是禁食的目的。有人将禁食以千篇一律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来执行禁食，造成许多身体不适的兄姐因为禁食而身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。禁食到底是什么？基督徒要如何来看禁食呢？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的经文记载着摩西上西乃山的情形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上帝对摩西说：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我要交给你2块石板，石板上面写着我为教导我子民所写一切的法律和诫命。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准备好了，摩西开始走向圣山。摩西对以色列的领袖说：你们在营地等我们，直到我们回来。亚伦和户尔跟你们在一起，凡有纠纷的事可以找他们跟前解决。摩西上了西奈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着，上主的荣耀降在山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，这荣耀光辉仿佛一团烈火在山上焚烧着。云彩遮盖着山有6天之久。第7天，上主从云里喊摩西，摩西上去进到云里，他在那里停留40昼夜。摩西上西乃山40日夜，圣经并没有特别记载或是强调他是否禁食。但是我们如果从耶稣基督传福音之前被禁食40天的情形，以及在西乃山实际上的情形来看，摩西很可能在西乃山上是禁食40天的。摩西禁食的目的是为了要与上帝亲近，是为了要专心敬拜上帝。
领受上帝的旨意与呼召。相对于在山下的以色列人，则40天无所事事的等候，也不知道要聚会，不懂得要祷告，更没有禁食的来等候。后来就耐不住自己的骄傲、需求、欲望，就拿出了所有的金银财宝，让亚伦为他们造了金牛。禁食不是为了夸耀自己，不是为了礼仪，更不是为了要求别人所定下的一个标准。禁食是为了要让自己更专注的跟上帝立约，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在利未记以及生命记里，或者是旧约中有关禁食的记载，所强调的是认罪、悔改，然后呢，进一步要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学习法利赛人。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这样的记载说，约翰的有一次，施洗约翰和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禁食。有人在问耶稣，为什么约翰以及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？耶稣回答，新郎还在婚宴上的时候，贺喜的客人会禁食吗？只要新郎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不禁食。可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。没有人拿新布去补旧衣，如果这样做，新的补丁会撕破旧衣服，使裂痕更大。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囊里，这样的话，新酒会胀破旧皮带，酒和皮带都会损坏，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。基督徒禁食需要有新思维，否则就会被犹太主义给影响，曲解禁食的意义，就变成了一个只求礼仪却不求真心悔改，更不追求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为了教会特定的目标，例如举行布道会、建堂事工、长职选举，或者自己认罪，都可以执行禁食，让自己更专心的注目在上帝。在方式上可采取每日一餐，或者是兄姐们接力等的方式。应该要注意的是要注意参与的兄姐是否是健康的。如果有肾脏的问题、血糖的问题、忧郁症等健康问题的人们，事实上是不适合参与禁食的。禁食是需要随时检讨，避免在禁食的过程当中兄姐发生健康的意外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要赞美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？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？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！
上主啊，你善待你的子民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，拯救我。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，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，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。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作孽作恶。他们在何烈山铸造牛像，向手造的偶像跪拜。他们用那吃草之牛的像替代上帝的荣耀。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，忘记他在埃及行了大事，在寒地行了奇迹，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。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的子民的时候，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，挽回了他的烈怒，解除了以色列人民被消灭的危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基督一样，依靠上帝的保守与带领，让我们以信实来表达我们的忠心，而不是用来自傲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